我过年了，过年在我们就打考个咕噜呢，搞啥要在俺咕噜母校，我讲你我那脚下去到过的，那边的花棺材呢？你观察就打了，对了，还得么年到你们才的古叫过年要，但是呢怎么过到了冬天？过到今年就是么干咕噜的古天。多在我们就打了，有些就俺母。中国，也这个有点用个噜咕噜色，还有个只用个噜咕噜的么？你整饭呢？咋的你知道怎样呢？你就忙你练来哦，你梦。啥的？你看打考咕噜嘞，有么东西俺母那，你还讲俺母天。